大家有冇試過想提升肝腎健康，但唔知點樣開始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源自日本漢方嘅健康產品肝腎力，由擁有35年歷史嘅日本公司協通事業研發，多年嚟有唔少用家認證佢嘅功效。肝腎力唔只係單一保健，更係由3大方面全方位幫你提升肝腎健康。第一，提升腎臟過濾力。肝腎力能夠提升腎臟過濾同排毒效率，佢能夠增加血液循環，促進尿液生成，令身體負擔減輕，新陳代謝亦都更加順暢。第二，促進肝細胞修復，長期服用有助修補受損肝細胞，減少外來毒素傷害，增強肝臟功能。第三，延緩肝腎老化，肝腎力有助增加體內嘅抗氧化物質，例如半胱氨酸同谷胱甘肽，幫你 keep 住肝腎年輕有活力。記住，雖然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唔同，但只要有恆心，養成良好嘅生活習慣，健康就會慢慢跟住你一齊進步。想由內到外守護肝腎，肝腎力係你最可靠嘅選擇。即刻行動，為自己健康加分。